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嘅體育頻道。想到最嘅體育資訊呢，記得訂閱頻道啦。大家好，歡迎收睇。完玩奧托福嗰場波，真係睇到好多小米都一度火。究竟係我哋技不如人，定係朝政又做咗主角呢？今日我哋就一齊翻化輕場，逐個鏡頭、逐個判決咁拆解，睇下曼聯對 Leeds 呢場波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其實場波輸咗之後，我諗大家上網睇，個個都係講緊同樣嘢。我哋今場波究竟係輸技術定係輸朝政？呢個問題就係我哋今次要深入探討嘅核心。奧托福，我哋叫佢做夢長長，但係上晚嘅劇本就好似失咗控咁。對好多球迷嚟講，呢種感覺，真係熟口熟面。因為有統計話，呢已經係短期內第二次曼聯嘅賽果係俾人哋覺得受到朝政非常嚴重嘅影響。好，我哋先將焦點擺喺成場波嘅轉捩點，下半場馬天尼斯嗰個所謂扯頭髮事件，就係呢一個判決可以話係徹底改變咗成場比賽嘅走向。跌翻個時間線就更加清楚啦。但係下半場一開始無奈，馬天尼斯就因為一個扯頭髮動作直接紅牌出場。吓，打少個喎，氣勢即刻唔同晒，最終我哋就係咁輸1-2。所以話呢個判決就係成場波嘅時分水嶺，滿場冇錯。咁我哋就睇翻球例啦。扯頭髮到底信唔信係暴力行為呢？球例嘅定義係使用過分力量或粗暴行為，關鍵詞就係過分兩個字。馬天尼斯嘅動作嗰力度去到要直至紅牌咁嚴重呢？好多球評都講喺英超以前呢啲情況好多時都係黃牌一張就算。講到位，大家最拗嘅就係個判決嘅一致性。好多人都質疑球證係咪用咁兩把尺，有所謂嘅雙重標準？你哋睇下呢個對比，真係一目了然。首先，卡法盧溫一支手被打中約可窺面，球證冇表示 VAR 好似分咗咁，但係將個圖馬天尼斯只係拉扯咗一下，就即刻一張直至紅牌。喂，一個打面無事，一個扯頭髮就要揀出場，點解個判決尺度可以差咁遠啊？你話啲球迷點會唔嬲啊？如果你覺得呢種判決不一致可能只係今場嘅單一事件，咁你就錯啦。因為呢種感覺3個禮拜之前對巴尼姆夫嗰場已經上演過一次。冇錯，就係3月21號曼聯作客巴尼姆夫踢成2-2平首場。嗰場波一樣有頂關於12碼嘅羅星文事件。我哋再睇多次呢個比較圖，上半場迪亞路喺禁區裏面俾對防後衛好明顯咁拉跌，點睇都係12碼啦。但係球證同冇嘢都當睇唔到。跟住到下半場，麥加也一個差唔多一模一樣嘅防守拉扯動作，結果係點？12碼再加一張紅牌。同樣喺禁區裏面嘅拉扯，點解會有兩種完全唔同嘅判決呢？當時嘅教練查維賽後都忍唔住爆啦，佢話兩個一樣嘅犯規，一個判一個唔判，真係好瘋狂。呢句說話完全講出晒成隊波友上到下對呢種判決不依嘅憤怒同埋無奈。你諗下，連續2場關鍵比賽都出現同樣嘅爭議，積埋嗰種不滿，終於喺球員同球迷之間一次過爆發出嚟。隊長班魯費南迪斯賽後個訪問真係經典。佢模仿當年穆里奴嘅語氣同神情，講出呢句：如果我講裁判，我就會大鑊。呢個根本就係一種無聲嘅抗議，用嚟表達佢對朝政極度嘅不滿。呢個畫面轉個頭已經喺網上面瘋傳。至於球迷嘅怒火喺社交媒體上面就更加係一發不可收拾，留言板完全被人洗版。大家可以睇到 PGMOL 又一次玩殘我哋，同樣嘅劇本只係換咗場比賽。全世界最好嘅聯賽，但係有全世界最差嘅球證。字裏行間，你完全感受到嗰陣被針對，甚至係被人打結咗場波嘅強烈感覺。講咗咁耐，呢啲充滿爭議性嘅判決帶嚟嘅視覺代價到底係點呢？呢啲爭議判決代價到底有幾大？有數住幾喎？答案就係呢個數字-5分。點計出嚟嘅？對般尼姆夫嗰場本來贏整變和波唔見咗2分，今場對利斯聯有可能贏波變輸波唔見咗3分，加埋就係呢個非常沉重嘅5分。喂，千祈唔好睇小呢5分，係競爭咁激烈嘅英超，呢5分呢
好可能就係決定你下屆有聯打定係歐敗打嘅距離。所以呢啲判決影響住唔單止係一兩場比賽嘅賽果，而係足以影響成個球技最終目標嘅成敗。或者有個橋迷嘅留言最能夠總結晒所有嘅無奈同諷刺。佢話：我哋有世界最好嘅聯賽，但同時亦都有全世界最差嘅裁判。呢句說話可能就係而家所有爭議嘅最佳寫就。哈里馬加也已經正式同我哋續咗約，會留隊接到至少2027年嘅6月，合約裏面仲有1年嘅優先續約權。換句話講，未來幾年我哋條後防線都仲會由佢呢隻定海神針喺度。揭約呢件事對僑會嗰員係好事啊，但你聽下麥加亞自己點講，代表曼聯係至高無上嘅榮譽。哇，呢個說話真係好有分量，聽得出佢嗰種自豪感同歸屬感。呢邊呢正正就係我哋最需要嘅精神，一個100%肯為呢件幫衫搏命嘅球員。好啦，開心完，我哋就要理性啲，用緊腦諗下，點解球會要喺呢個時間點同佢好識約？呢份合約背後其實係一個計過度過、相當精明嘅決定理。嗱，我哋逐點睇，首先梗係錢啦。大家都知我哋中場可能會有大動作，喺呢個時候脫約麥加亞就慳翻一大筆錢去買中堅，可以將資源集中翻喺其他位置。第二，佢嘅經驗真係冇價寶，喺後防唔穩定嘅時候，有佢喺度可以穩定軍心，仲可以帶住班後生仔。最重要係，如果我哋下季真係翻到去澳洲賽場，要幾條戰線作戰，就絕對需要佢呢一種老將嚟增加板凳深度。所以話呢一步棋真係一句記得。大家睇下呢個對比就一清二楚啦。左手邊麥斯亞代表住穩定、經驗同領導力。右手邊呢係我哋嘅未來，好似優路同 Heaven， 潛力係有，但係後生仔始終要交學費，需要時間浸染。再磨一次就好似馬天尼斯咁，好打得，但又成一手傷。所以喺呢個青黃不接嘅時刻，麥斯亞就好似一條橋咁，將我哋嘅現在同未來連結埋一齊。但係最致命嘅問題嚟啦，就係我哋條後防線簡直係真空狀態啊！你話點算？用咁樣嘅陣容，究竟點樣去斯坦福查打車路士啊？我想呢個應該係我哋所有慈母而家最擔心嘅一個問題啦，冇錯啦。係冇錯，就係聽晚逐級士丹父潮應撼車路士呢場大戰啦。你話係咪先啊？啱啱先疏文一場，賭都未賭夠，轉個頭又要踢周日呢場，啲球員邊有時間回氣噶？所以話呢，喺咁嘅情況下，呢場波嘅勝負呢，真係比我哋諗嘅更加關鍵啊！好，我哋而家就即刻深入啲去睇下個問題到底要幾嚴重。我哋嘅後防線啊，真係要用高劇呢2個字嚟形容。點解？因為我哋嘅正選中堅係幾乎全部都冇得踢噶。OK， 首先第一個就係我哋嘅隊長馬加亞，大家應該仲記得啦。佢所排對般尼茅夫嗰張紅牌，再加近之後同地士嘈正好似有啲爭執，結果呢，足總就決定加浮一場。咁即時下聽晚對車路士，佢肯定冇瞓覺啦。你以為得一個咁成唔止啦，仲有第二個就係我哋嘅屠夫馬天尼斯。佢上一場對 Lislin 因為拉人頭髮食咗張紅牌。唉，雖然球會已經提出上訴，但講真啦，成功嘅機會真係好細。你哋都明㗎啦，有啲嘢呢，你越投訴，佢就越針對你。你10幾年嚟都係咁㗎啦，心照啦。會停晒2個主力已經夠慘啦啩？點知啊，連後備嘅迪利特都因為背傷要長期養傷。哇！即係話咩啊？即係話我哋一隊嘅中堅係全部一個都出唔到場啊！哇！呢個情況我相信我哋大部分球迷，包括我自己，都係第一次見識到噶。最慘嘅係咩呢？就係呢個後防大危機，唔早唔遲，偏偏就喺我哋要作客史丹福喺呢個時候爆發。唉，大家都知嘅啦，作客車路士從來都唔易踢，今次仲要咁樣，真係一個極大嘅考驗。嗱，我哋一齊睇下呢個數據先。你可能會係話，我哋排第3，領先緊排第6嘅崔雷士7分，好似好穩陣喎。但係千祈冇俾個積分榜舉到你啊！你睇下啲細數，入球同埋失球，我哋入57球，佢哋入53球，差唔多啦。我哋失45球，佢哋失41球，仲少過我哋添。所以話單睇數據其實係非常之接近。
兩隊嘅實力差距絕對冇你諗得咁大㗎。而最攞命嘅係咩？就係車路士嘅進攻模式，根本就係針對咗我哋而家最大嘅弱點嚟打。你諗下，好似薩靈、高華普馬呢啲耳鋒，又快又了得，佢哋嘅突破、cut in、傳中，全部都好有威脅，仲有打反擊又快喎。而家我哋冇咗麥加亞同馬天尼斯，冇咗佢哋嘅身高、身體對抗同埋個自控力，你話我哋條臨時防線點樣應付啊？真係冷氣到驚。咁啦，可能你話齊路斯近排狀態都唔是話好啫，係啊，但係呢啲長隊嘅底蘊始終喺度噶嘛。呢句說話咧就點出咗個關鍵啦。一旦俾佢哋打穿個旗口，入咗第一球，佢哋成隊波嘅士氣就好可能會翻晒嚟。到時佢哋癲企上嚟瘋狂入波，就算大炒我哋一場，都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噶。好啦，講咗咁大嘅問題有幾嚴重，咁樣有冇解決方法㗎呢？講道理，而家我哋嘅希望可能真係要寄託喺一班後生仔身上，睇下佢哋可唔可以為我哋帶嚟一場村村風暴，甚至創造一個奇蹟。冇錯，就係佢哋兩個啦。我哋嘅希望可能就要放喺兩位天坤小將身上，例如有肉同 Aiden Heaven。聽講佢哋喺 U21 嘅表現係非常之出色嘅，一個自控力好強，另一個出夾就夠快夠狠。但係英超上場始終係另一個 level 嘅比賽，佢哋好大機會要另位受命喺 Stamford 橋咁大個舞台去頂住我哋嘅中路防線。所以呢個問題，相信都係你同我心入面最大嘅疑問。要佢哋面對住斜路士班世界級攻擊手呢兩位後生仔，究竟頂唔頂得住嗰種壓力㗎？究竟佢哋會一戰成名，定係會成為橋隊嘅缺口呢？唉，呢場波對佢哋嚟講，真係一個超級巨大嘅考驗。好啦，既然人手上我哋係處於下風，咁戰術部署就變得超級重要。究竟卡維奇同教練團會點樣排陣去應對今次呢個危機呢？我諗呢，戰術上大概有兩個方向可以揀。第一個就係打穩守突擊，即係咁呢，即係成條防線疏後啲，喺自己後半場擺個鐵桶陣，用人數優勢去假死佢哋，唔俾佢哋嘅攻擊球員有單對單嘅機會。之後呢，就等機會，後波到費蘭迪斯一直靚傳送去打反擊。咁另一個選擇呢，就係反其道而言，打高位壓迫，一開波就衝上去 B 場，唔俾佢哋喺後場舒服咁組織。但係呢一招呢，後風險好高，好耗發體能，萬一俾人破車，咁我哋條後防就真係向人娛樂噶啦。好啦，講到最後，其實呢場波絕對唔是一場捧分嘅聯賽咁簡單，佢更加係對靠維希教練團同埋嗰班列為受命嘅後生仔嘅一次大考。個賽果甚至乎可會直接影響到我哋爭奪下嘅歐聯席位嘅走勢，非常關鍵。所以我好想問下睇經嘅各位，面對住咁大個後方機機，你哋覺得曼聯作客可以搶到幾多分返嚟啊？一分我哋守唔守好啊？你哋最擔心嘅又係邊個位呢？快啲喺下面留言講俾我聽，你哋點睇？不過無論結果係點，我哋作為球迷一定會支持到底。希望班球員可以踢出鬥志，為我哋帶嚟驚喜。Glory Glory Manchester United，紅魔鬼，我哋 Stamford 朝見。Come on you Reds！